就是上帝圣是圣安的意思。就是你若看到以圣经原本的德文就写着 Zion 安尼，就是圣城圣安的建筑主来庆祝上帝一年降临。啊，这首圣经定定是伫个大降节的期间去唱一首歌。我感觉可能咱新的一年也是做适合的，因为是伫新的一年开始，咱嘛是共款离开今年上帝降临，咱做伙唱。咱做伙过来唱第三段。这位来。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愿，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圣诗。咱先就听诗经弹一遍。用救主耶稣万福本愿，恳求阿乐听称赞，自始轮回袂捌天境，大声吟诗来和乐。一心而乐，拢无时停，和谐声音透天庭。上帝疼叹恩惠极大，应该感谢，拢无煞。咱来唱第20甲第30。小可甲大家提醒一下，你看即只咱先看第20章哈，讲去上一章着，第20章会拄着，无就较多遐，叫再下一个着。第20章有讲着耶稣引带行正路，才是正路。啊，到第3章的时阵，咱会看第3章。即第2章只无第3章第2行嘿，歹势我台语有够好，等来。好。对答以后，赞我心正。好，这边正是要甲后边的一心听主修改，名就押韵的，所以是心正。好，听主修改名安尼。啊，头前就是我受恩爱极大极深，第3段我受恩爱极大极深安尼。一寡家己的所在，伊有押韵的，咱较注意，啊，家己这本唱出来安尼。
可咱今仔日咧可能就到遮，咱就安静用心来咱个礼拜。即时礼拜特别开始，请会友将迄个手机关机，也是关成震动，请咱安静1分钟。兄弟啊，我无定家己做已经得着，多多专注一项，就是袂记你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查的表来行，到得着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吊咱的心，只是来因信息102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请起立有专手。
因为许多圣经告白咱的信仰。听者，即是来先开体育的，体育的第一篇也是诗篇第一篇。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做多万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扎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知。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这是咱下头来祈祷。上帝啊，阮感谢你过去所做的一切，也抱着盼望来看着未来。阮的世界充满了唯有你才会使修补的破碎。为此，阮祈求你，给阮一个机会，以勇敢来宣告，咱伫你的内底会找着盼望。阮也为全世界的信徒来祈祷，愿因拢伫你的内下为你，并且各彼此相听，互相照顾。无论啥事，帮助阮因将盼望寄托伫你的心上，使阮快乐来坚忍试炼，有勇气来分享你的好消息，也同时晓知影你的时刻，教阮伫地会平安。咱也为着日本年轻的地区，因为地动受着灾祸来祈祷，愿上帝怜悯遮受灾的人，愿上帝用你的疼来安慰遮受苦的人。因个艰苦的时，你做因的帮助；当因要重新徛起的时，你做因的支柱。也愿上帝怜悯阮所有人的软弱，也愿上帝坚固阮的信心，一直到永远。这是咱用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父，你的名字，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意亲像天里，阮的意思了阮，下面阮的国父，亲像阮下面国阮人，我对朝阮的支持，我阮的怜爱，你我阮的灵根，你是都来在我今，阿门。是来开圣经，路加福音5章37节到39节，路加福音5章37节到39节。也无人用新酒囤伫有砒囊，若安尼新酒就会破裂砒囊，酒漏，囊也歹去。独独新酒就入伫新的砒囊。国无人因旧酒也爱啉迄个新的，因为讲有诶是好。是来请新管理来赞美。
咱写诗歌对只来水的歌来学到上帝。讲到今仔日是咱本堂音乐师来为咱讲道，要讲的题目是辛苦之间。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咱2月份会当会搁讲一摆，对不对？所以咱真好会当过2个新年，一个新历年，一个旧历年吼。感谢上帝，互咱会当过遮尔多个年，特别是伫咱的环境内面，咱的文化内面，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咧过。新的一年搁开始，咱若无用年过，而且来计算，若用一天一天一天计算，有得较有的人活千几工一个5、6千工万通工有人讲差不多2万几工就无就结束啦。所以有人用一年一年，有人用一个月一个月，这是时间咱受到限制，所以咱用即个方法，而且来计算，计算咱每一个时间会无共，无相款。感谢上帝，当然咱用人的角度咧思考即个时间的问题有限，所以咱当然用一年一年一年安尼来算。2023年已经过去，拄好咱伫顶礼拜12月31号，2023年的最后一天，咱嘛伫遐咧倒数19、8、7、6，在咧了过放烟火，放了后真好看，逐年拢无共款的烟火，放了后结束了后。咱搁共款过顿工起来去食早餐，看报纸、看网络。当然有兄弟姊妹嘛有灵修、祈祷，各方面咱拢搁照以前的模式开始。所以牧师今仔日用新旧之间、新旧之间、新旧的中间之间，要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一段特别真重要。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伊真重要的一个概念。新旧中间，咱要安怎样来反省？是新的还是旧的？已经过去啊，旧的，咱继续往前来跑走。要开始进行，请咱大家压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感谢特别上帝，你赏赐祝福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的开始，阮有新的愿望、新的期待。主啊，这虽讲是阮无得较每一年会当有的口号，总是主，你帮助阮会当心意更新来变化。求主怜悯阮，保守阮，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透过你的话，互阮会当做找做信仰的反省，来成做阮生活的准则。要开始进行，感恩求奉主的圣名，阿免。路加福音第5章37节。今仔日特别到38节的所在，咱就看到路加福音这段的经节，甚至到最后39节、3节的这个经文内面，真清楚来帮助咱耶稣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新甲旧的中间，你要安怎样转变，你要安怎样进步。你毋通讲，牧师我活到30岁、40岁、50岁、60岁要100岁免啦，就是安尼啊。牧师真期待咱幼园会当有一个新的概念、新的观念。我伫妈妈教会做教育牧师的时阵，有一个长老，伊做主日校长40年久。后来我的牧师娘有写一篇文章，伫咧遮因过身了后，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伊。即个主日校长真特别，伊真有新的概念、新的头脑。每一遍开主日学会议的时阵，伊拢会提供真侪新的教育的方式甲方法。连我即个做教育牧师的嘛，安尼目睭睁甲真大，来看哇，即个方法，即个是最近真流行的即个教育的方式方法。无想袂到即个年长的长老，特别我70岁迄阵我会记得印象真深。我去阮家的时阵，伊特别甲退休的即个年纪幼园调开遮个主日学老师的会议，伫遐来做训练，伫遐来做教师训练，遮个主日学的老师，出月报，
一个月出一摆月报，主日学季刊安尼，哇，拢会写，拢会用。我感受到讲，哇，一个年长的即个长辈，伊竟然有遮侪活力。礼拜时伊拢坐第一位，放假有透早8点的礼拜一场，即个10点礼拜第二场，第三场就是青少年的礼拜我主持，我通常主持8点迄场，甲青少年礼拜。伊是主日学的校长，透早的礼拜就是要为着这主日学的老师来备班，因为因过来就无法度参与伫其他的礼拜中间。所以迄场的礼拜，主日学校长透早就伫咧第一位，即个伫咧我70岁的一个长辈，透早来坐伫遐听牧师咧分享讲道。即个主日学老师无一个安怎毋敢无来，除非临时有代重要的代志，其他的老师拢来甲即个主日学即个第一场的礼拜8点，印象诚深，8点的礼拜。即个兄弟姊妹。一直不断咧创新的一个环境，帮助咱会当伫咱的生活内面来提升。今仔日咱看到耶稣伫即段经文内面，即个故事内面，伊讲到真平常时生活的常识，伊用酒即个物件。有人讲牧师酒解毋好，酒解毋好，用酒的即个物件，伫遐做即个生活的比喻。所以，耶稣用酒装伫即个批笼内面，酒笼内面的一个批带，做即个素材，做即个材料，用即个真生活式，伫遐来做即个材料，要说明一个代志，真清楚一件代志，三合的道理，我甲伊袂合啦，袂合，我甲伊安尼袂合袂合。但是耶稣要讲三合的道理，三合就是啥？会当运用伫咧咱的生活内面，有真侪真重要的道理存在，对毋对？举一个咧，比如讲，夫妇之间爱安怎？爱和嘛，三合，感情才会当长长久久。工作咧，爱有趣味，咱的趣味会当三对应三合，咱真正会当表现咱的实力。即个服装咱穿搭，咱穿搭爱组合爱三合，才会当显出迄个会场。比如讲，咱信歌队为虾米要穿丝袍信歌队服？若叫因脱掉信歌队服伫顶悬无真济，甚至咱看因的穿搭，有西装裤，有牛仔裤。有纹的，有裤纹的，拢有。但是信歌队的袍穿落去了后，迄个整体就出来。即个兄弟姊妹，这就是共款咱伫啥物所在，有啥物款的礼仪，这是三合，咱会当伫遐来看到真水的真侪生活的。但是若袂合的状况出现的时阵，会有真侪遗憾的发生啊，是毋是？真侪袂好的代志发生，所以耶稣伫即段经文内面，即个故事内面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性命甲信仰爱安怎？性命甲信仰爱三合啦。生命跟信仰要相合配合。性命甲信仰爱三合的即个问题，所以耶稣讲即段话，当然是根据即个咱看到路加的描述，其实有真深的意思。伫即个故事内面，即段话内面。起因是三个事件，对到耶稣讲即个故事，当时遮个兄弟姊妹，甚至是法利赛人伫遐来听。迄个三个事件是啥物事件？头一个事件就是当耶稣伫咧遐医治即个变碎的人的时阵，嘛赦免伊的罪，所以即个举动引起法利赛人伫遐来议论。耶稣佫一个是耶稣甲抽象的。甲所谓当时的罪人做伙伫遐食饭，然后法利赛人伫遐来讥笑。当约翰的学生定禁食，时常伫遐来禁食。耶稣的学生咧，无禁食。法利赛人伊嘛伫遐会讲话。
所以这个故事拢记载伫《路加福音》第5章17节到35节的内面。所以面对法利赛人真多的这质疑，耶稣伊伫遐真遗憾，伫遐讲出对因的生活内面酒的即个代志，饮酒、装酒的即个批囊批大的即个代志，伫遐来说明，当当时的人听。所以咱也会当清楚知影，看到了后，今仔日咱看到即段经文了后，无数一个问题要问兄弟姊妹。这个问题就是，伫耶稣的心内面，旧的批大是指啥物款的人？借皮带，旧的批大是指啥物款的人？来看者，有人应答是啥好？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耶稣的教示，耶稣的行为是啥物？新的酒，新的酒。所以法利赛人，咱通知影，其实有时啊，咱做信仰的反省到即马，有时啊，法利赛人真可怜但是法利赛人因却是安怎？却是真遵守呢。因拢真遵守奉献、遵守祈祷、遵守信仰的规则条例，拢总真遵守。连行几步伫咧即个安息日的时阵，因拢有遵守。就敢若亲像咱兄弟姊妹共款，咱拢无得较会当遵守教会的真侪的条文条例。该聚会咱聚会，该做啥物咱做啥物，该创啥物节期到啊，咱就安尼来做，安尼来行达。该传福音，毋知影，毋知影有无？所以真来兄弟姊妹，法利赛人就是持守因本来千年来的这信仰的传统，律例法度改变。但是耶稣表现的是对这信仰律例法度内面提升出来，叫啥？伊真正迄个信仰的精神。即个兄弟姊妹，耶稣咧做的是信仰的精神表现出来、表达出来。但是法利赛人伊咧做的是啥？是遵守啦尔，我若守会了，安尼就好啊。我若有来礼拜聚会，即个后面点名的当中讲起来，我有来啊。算过了后，我就有来啊。加天人数，其他的时间就是凊彩过生活。我有来聚会，就 OK 啊。但是却无有因为这是上帝怜悯上帝疼痛耶稣伫即天我要来甲教会聚会，要来纪念，要来欢喜耶稣我伫遐来纪念伊的我伫遐我来聚会，我来敬拜，而且我来敬拜，毋是人，毋是牧师，毋是长职，是啥？我来敬拜是咱的我的上帝，是我生命内面我珍惜的，我甲上帝有相拄的一款的信仰真实的精神。即个兄弟姊妹，这就是无相款的所在。这两个耶稣甲法利赛人因所表现出来这个信仰的行为是无相款的，所以是不合的啦彼此是袂合的。就敢若亲像旧的批大，无法度承受迄个新的酒来的迄个真大的发酵力啦，酒的发酵啦，无法度你旧的批大啦。发酵一直撑，一直撑，到最后是安怎变化去？当然，咱即摆毋是啦，即摆啉酒是有迄玻璃罐有迄个米有迄款铝罐迄款。但是伫当时，咱就知影迄个巴勒斯坦伫迄个所在，伊必须要用即款物件来装塔，来装容器来装，所以新的酒一入去了后，无偌久。发酵了后，发酵了后，迄个旧的皮带、旧的皮带就变化，这是因定发生的代志。但是因却无要去改善，因却无愿意来改善。所以法利赛人，耶稣咧讲，法利赛人就是伫这旧的思想内面、旧的想法内面，因遐永远无法度去体会耶稣的行动所传达的迄个，咱讲改变时代的意义。改变信仰的态度的意义，所以迄个信仰的态度确实真重要。咱咧教示咱的爹儿时岁，迄信仰的态度是真重要。我毋知影咱是毋是咧厝内面，还是咧咱的生活内面有做水果好信仰的态度的表现，伫咱的下一代的身上，
来展现出来，关主来帮咱。所以法利赛人因为耶稣讲这个话讲到安怎，耳孔真正刺插，心内面无得看嘛真刺插。所以，从耶稣对开始耶稣出来宣告传福音的时阵，就看耶稣做啥，做眼中钉啦吼，做对敌。所以耶稣的言行，耶稣的一举一动，拢引起因的反感。即个法利赛人真反感，所以事实上，其实因的对敌毋是耶稣啦。即个法利赛人因的对敌应该是因的心内面，甲因锁掉的迄个传统。迄个传统锁掉，即个法利赛人因诶即个言行举止，互因无法度进一步去思想新的事物，去接受，人接受新的概念、新的信仰的即个生活的态度。所以，咱讲传统，我所咧讲传统并毋是无好，但是咱要注意，传统就是互因锁伫迄个真伪碎、真伪亏的迄个自我的世界中。迄个传统就是安尼，所以无法度甲迄个真实、真开阔的真理、上帝的真理，伫世界内面来运行，伫遐因接轨，伊就固守伫迄个所在。法利赛人永远一直固守伫迄个所在。所以伫遮咱看到的就是法利赛人因看毋到对敌。因一直了解耶稣所行所做，就是迄个对敌，但是却袂记哩，迄个对敌是啥？是束缚因的传统。伫迄个传统的对敌的内面，伊毋知影，就是一直安怎固守落去，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主时。亲爱的姊妹，我想，毋若伫个法利赛人中间的处境，咱来看，来思考你我，咱今仔日伫教会内面。有真侪人是借着家己的方式来信耶稣的，伊的方式是对伊家己的知识、生活的习惯、旧的传统，也是讲偏执啦吼，对民间宗教的信仰转来信耶稣的人，所以有可能会将伊原来传统的信仰，你我咱拢无咧较有安尼的经历过，对以前传统的遐个信仰。遐个思考带来到基督的信仰内面，将牧师当作是法师，将基督当作是法术。伫奉献的时阵，阁有真金，阁后谢。当然，更较重要的就是功德的观念。当然，靠家己做真侪，我做足侪啊，我做足侪事工，我做真侪物件，我关心真侪代志啊。伫遐我来得到上帝的欢喜。咱是毋是有即款的观念、即款的态度？我记爸爸讲过，阮爸爸伫庄脚有飞的时阵，庄脚的猪仔要生猪仔囝，我说啊，紧来甲阮祈祷一下，互猪仔囝生出来顺势，轻轻锵锵，猪仔囝紧顺势生出来。亲爱兄弟姊妹，耶稣伫遮强调就是先将家己的心智，新的一年开始，身躯之间，互相先将家己的心智改变换新，甲会当有法度帮助咱，会当去看待耶稣伫圣经内面的记载，毋若是干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伊会当活伫咧你的生活内面。迄个搁真可爱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倒将肉体来到即个世间。记载伫圣经内面，即个所有的记载，毋知会当有法度来呈现伫咱的生活内面。我说真期待咱每一遍咧读即个信仰个别的时阵，咱脑海里咧想啥，也是照念记念念讲讲听听，安直直念落去。我信耶稣我是即个上帝独生囝直念直念。你是毋是内面会有一笔画面？我每一遍咧做信仰个别的时阵，牧师都有一款的画面走出来。咱做信仰的个别是毋是？比如第三日对死人中个活，你会当体会，你当看到迄个对死人中个活的耶稣。伫即个过程，咱会当去思考，毋是伫遐照念。主导文嘛是。咱是天然的白，你会当有迄个画面出来，
你跪了伫咧旁，伫咧地面上，伫遐，还是讲你伫一个山头的所在，你跪个伫遐向上帝求讨，我你肯定就袂。哇！你个名声，你有想到迄个名声是啥物款的？所以咱若家己用原本咱所传承落来遮个所谓信仰的传承，用即款的方式，你着照念，你着照祈祷，你着照吟诗。有无咱的即个听书，到某一个程度，迄个吟诗出来，祈祷煞咱有一个吟诗，迄个诗歌就走出来。但是你是照啥物款的心态？伫遐咧念遮个诗歌，唱遮个诗歌。当咱咧看投影片、吟诗的时阵，你是毋是会当真正像咱拄则101首，哦，大家迄个状况，你会当去体会到，大家做伙来吟诗啊，为了上帝，一个君王要来啊，你有期待无？甚至在吟的时阵，你心都会跳跳啊，我在看手就想要举起来啊。真自然呢，哦，毋是像迄个即个有敬拜赞美有些爱吼，举起我们的手，真勉强啊，是你真自然就表达你甲上帝迄个真亲密的结连、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伫遐强调，就是先将家己的心智改变换新，到办法会当来领受。所以，咱若一直用旧的思想、旧的想法伫遐来承接新的道理，最后会迷失自我，毋知要安怎。所以，一个真要紧的信仰原则，就是安尼。人真困难伫努力拍拼研究基督宗教的道理了后，迄个生命得到改变。我搁讲一遍，人真恶伫真困难伫我真拍拼要来研究吼，研究基督教的遮个基督宗教遮个信仰，这个道理了后，我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因为安怎？伫咧知识顶悬，咱一直咧研究，一直咧知影，一直讲即个耶稣即摆伫咧迄个时阵的环境是安怎？迄个即个宗教的氛围是安怎？伫遐咧研究钻研，这真好。但是安怎？生命无法度得到改变，因为安怎？旧会亏大，无法度装新的酒来。酒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伫耶稣基督内面，注意听，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真做新创造啦。亲爱兄弟姊妹，即句话咱定定咧听，对毋对？但是你却伫遐干那唱，我讲的是道理知影。你是毋是真正会当去体会经验到我伫耶稣基督内面，迄个生命会改变？所以咱讲更新就是更新嘛，换新。生命的改变，带咱顺理成章，伫遐来体会、来领受、来感动、来落屎，来到上帝面头前，来听新的道理。咱连来讲圣经信息内面嘛有讲的诗句，但是安怎？抑个应试。迄就是啥？生命的改变，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教会伫今年度开始要做局部的装潢，即个局部的装潢是开真侪钱伫遐，用啊足水。咱教会伫1楼，咱礼拜堂咧重新来小可装潢，即个天花板咱看甲即摆有无共款，有落差。咱要甲安怎？要甲封起，变讲一体性。规个礼拜堂看起来搁较哇！咱即摆2排头前遮差不多还袂满但是咱边仔要搁小增加，所以这壁拢会浪费，壁小可要浪费。伫个即边的所在要搁增加1排，所以咱以后的讲台无得较会小可刷到即边遮，为整体性。咱的即个音响的系统嘛，小可要调整换，前2礼拜这音响，咱兄弟姊妹就知，牧师讲到一半无声，我对即个大口来讲道遮牧师真歹势，讲到一半无声，这其实咱的音响拢超过15年以上20年以上爱换，爱更新壁，更新油漆、装潢，
后面即个交代道的所在，嘛要做调整。为什么要安尼？而且毋是干那安尼尔，咱的三楼的即个活动的所在空间，嘛要整做一间礼拜堂，会当坐差不多180个人左右的礼拜堂，甚至到200个人，坐好满差不多会当到250个人，当然较客。但是咱要开始安尼来整修、来整理。咱2楼的所在有旧的教室，1、2间即马咱即个2002年前咱伫遐来装潢好，新的教室看起来足水的，嘛开始有咧使用。后面遐阁有旧的教室，嘛要做一寡装潢，诚做咱的团契即个小组的聚会时阵来利用。亲爱兄弟姊妹，咱要安尼来做，对今年开始。礼拜堂来整修的过程中间，当然咱会较有无方便的事，但是咱就是要为着将来咱备办好啊，咱新的另外一位传道教育的牧师、道牧师嘛来到咱的中间，伊诚热情，伊知影伊每一个团契小组，伊遐来看，伊遐提出真侪教育的方法，伊对这方面是专业啊、内行啊，要安怎用诚做一个小组化的教会，互咱的教会咧宣教传福音。伫个硬体、咱软体顶悬，咱用做阵来进步。听起来，亲爱兄弟姊妹，听起来这是一个冒险，因为安怎？因为咱开始嘛要做啥？嘛要做台语场的礼拜、甲华语场的礼拜，长时间来进行。有可能咱会变10点开始，台语场甲华语场做阵来礼拜。即摆还搁咧研议。礼拜三了后，兄弟姊妹，咱有提供真侪无共款的信用造就的课程，伫遐咱会当来继续上课，甚至是咱小组团的聚会继续留落来，咱来聚会。结束了后，无得较咱搁会当台语场、华语场，兄弟姊妹做联谊，做有爱餐。现在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转变。2024年，无得较兄弟姊妹，这就是要互咱一个信用的调节。咱就安尼就好啊！一定我相信一定会听到即个声音。咱就安尼就好啊，毋免阁做啥物改变啊。牧师咱看咱的中会超过100个人咧聚会到，无偌济间呢，咱真好，咱超过150个。你看这周末今仔顶礼拜142位兄弟姊妹咧聚会，今仔可能搁坐一点。咱毋免改变啊，咱安尼就好啊。你也想啊，亲爱兄弟姊妹。拄则我讲过，时间咧过真紧。我即摆53岁，来到咱的人口10年啊，过来上帝要带领我，啥物款的方向毋知，但是即摆无，这个团队已经来，嘛渐渐在建立咱讲磨合啦道牧师其实我完全无了解嘛邀请兄弟姊妹就无嘛有写1月28号，咱隆重来参加道牧师的就任的感恩礼拜。因为咱拢爱使用，爱使用，所以迄天兄弟姊妹，迄个报名表拢写伫后面啊麻烦咱兄弟姊妹，因为要准备餐点，所以邀请兄弟姊妹1月28号下晡3点半，通常牧师就任，我伫10年前我就任就是下晡3点半，兄弟姊妹佫会记得袂？而且真侪兄弟姊妹来参加，其他的教会嘛来参加，伫遐安怎？牧师使用，兄弟姊妹嘛，拢总对外口来咱内面坐来宾嘛，外口入来伫遐徛咧使用有会记。道牧师嘛是即款的规格，咱做阵伫遐邀请一个新的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伫遐咱做阵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所以讲遮尔济，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永远是一个旧的批笼期待咱可能真紧就忘去，咱要有一款新的眼光来看待上帝伫咱的身上，特别是咱的教会有即款的实力。所以伫遮牧师佮呼吁咱做阵，包括我，咱做阵来做信仰的反省。我要在座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内面做礼拜侪年的信仰程度，也一直永远停伫个。我要前进的遮个兄弟姊妹来提出一个问题，提出几个问题啦，毋是干那一个问题。为
虾米讲台的信息无法度帮助你？无得看你会讲，都无输的问题啊，较是容易啊，无得看，吼，无输来调整。为虾米教会聚会无法度满足你？啊，就拢差不多安尼尔，逐礼拜来就是做遮个聚会活动，啊安尼尔。最后一个问题搁较重要，为虾米圣经的话无法度改变你？亲爱兄弟姊妹，我得看这三款的原因，咱来思考。上帝的话竟然无法度改变我，因为我无法度，我还未伫咧耶稣基督的内面。我敢若是一个礼拜徒尔。教会所有的事工，我无关心，我奉献就好，你若就好哦，迄个心态怎倒出来？亲爱兄弟姊妹，为什么咱来思考这个代志？我得较同基本的原因，就是咱真正还未伫咧基督内面，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这互咱一直咧用旧的批大、旧的批笼，伫遐来装新的酒。咱有真侪新的物件入来了后，哇，真好，看起来了，但是安怎就花去啊，就无去啊？因为咱还未伫咧啥，还未伫咧基督内面，真做新创造的人。所以，上重要就是亲爱兄弟姊妹，搁转来咱好好来思考一件代志，恳求上帝伫遐来改造咱的心，煞像咱带咱完全降服伫真理的国度内。伫新的一年的开始，牧师邀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是咱台语场的兄弟姊妹，咱做阵伫遮虽讲咱的年纪拢小可较年长一点啊，但是安怎，咱会当真做咱的囝儿4岁，也是讲咱过来要信仰的传承，遮的少年辈，因真水搁好的模样无？信仰的模样，咱是毋是真正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去体会到较主建的？耶稣一直将迄个新的酒赏赐互咱的心态、咱的心智、咱的心，是毋是永远伫咧迄个所谓的传统的束缚下面？伫传统的束缚内面，咱也无法度改变。求主怜悯，帮助，你我咱拢做阵来进步。感谢主，上帝怜悯咱的教会。咱的教会知影讲，咱伫即大遮的发展，除了形体以外，咱的人体有一位新的牧师来甲咱的中间，咱做伙为着上帝国的福音来拍拼。咱的一生就是爱想着你我，咱就是爱为着上帝国的福音，伫遐来宣扬。当咱看到一个人愿意伫伊生命的改变，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伊生命的救主的迄个时阵，我知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生活过啊，知影讲我就是啥。耶稣基督伫咧我的生命内面，我愿意成做即个被拯救的，我愿意成做耶稣基督的即个一份子，伫信仰的角度内面，成做即个伊是我的主人，我完全委身伫咧主的内面。咱有看到遮个理性的来信主的迄个过程中间，我相信这就是帮助你我嘛做信仰的反省甲更新。愿主赐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心甲有的中间，会当做真水搁好的更新改变。咱做阵来做，毋是干那牧师做、中级做，兄弟姊妹咱拢菜伫遐。今年度新的一年开始，咱有侪遮个无共款的事工，咱伫后礼拜要分享无共款的遮个事工，伫报告的所在，伫周报的顶悬，咱拢会夹，会报告两位牧师，拢会针对遮个新的遮个事工，譬如讲咱搁一遍来思考小组是啥物，咱搁一遍来思考传福音是啥物，咱搁一遍来思考咱个人本身甲咱的上帝的关联是啥物。有侪遮个信仰的学习啊，咱讲学习。我在甲你讲，牧师你讲的这我拢知。即使你若讲我拢知，当然愿主来理你，因为佫有真侪是咱毋知。愿主保守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咱的教会继续起飞向前跑走，来荣光上帝的名。大家阿门。天父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互阮当借着上帝你的真理
只阮毋若是用阮的头壳伫遮来思考尔，阮搁较重要的是要接着遮个真理，阮进入遮个真理内面，甲上帝你相拄。所以我感谢你透过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你用真简单生活的方式，伫遐来描述信仰的真理。感谢你，上帝，你诚做真好的模范来帮助阮，阮真正会当伫信仰的反省内面，搁甲主拿亲近。主啊，阮做无够野的，继续恳求主，你找派信心保惠师来帮助阮，互阮会当诚做一个水搁好无比宣告信仰真水搁好的团队，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对伫上帝国的福音有较无会当真正伫主耶稣基督内面诚做新创造的人。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一起来念信息，信息有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温暖，请起立专首。支持奉献，咱请邵庆成弟兄将会以指示。
持来报告。刚刚事后，澳洲书会林丰小长老、书记林根宇弟兄、交代书宪、姚义军执事、董忠信弟兄、宪辉与玉园姐妹、北捷领袖、叶恩群姐妹、宪西信瓜堆、音控林玉干事。澳洲是联合礼拜，所以那个茶经班就暂停一摆。本会消息，本会传道教育牧师卓志杰卓牧师兄弟1月28号下晡3点半举行救灵感恩礼拜，邀请兄弟来做伙来参加。若要参加，请伫公布来登记，以便方便要订去参合。第二，后主理邀请华神院长戴继忠牧师来讲道。第三，邀请兄弟踊跃参加咱的信徒养育课程。华裔查经的主题是丰盛生命，以及大卫包生，还有信徒成长班。台语查经的主题有使徒信经，以及劳山公告甲十诫。第四，下晡1点，教会经济会请相关的同工礼拜先参加，也请主流校长来出席。第五，后礼拜2 1月9号，也请两教会教区中会本会杨牧师以及陈牧师代表出席参加。第六，本周开始更新周刊内，袂过也伫咧剧目内底，然后需要请兄弟来自行取用。第七，请兄弟经过以斯帖办公室，甲办公室走廊的时阵，声音放低，迄就是咱新的办公室一条走廊，因为没有隔音设备，所以讲咱的声音就会使较细声就较细声。第八，明年度信徒手册已经开始印制完毕，一家一份，请自行取用。第九，林恩宇弟兄就是咱林丰小长老的大汉囝，甲杜文新姊妹兄弟，1月20号早起10点伫教堂举行结婚典礼，请兄弟做伙来参加。第十，金滨社会安排4月2号到9号为期8天的参访缅甸宣教事工，请大家来关心带动。关怀带动，野厝调养的兄弟有杨玉珠、郑明霞、林李敏珠、徐建庭、苏绵雨、欧明达、曾文德、姚卫星、林来金。然后第二段员有李希明以及洪根展弟兄的母亲。第三，咱中会本会林玉珍姐妹，就是林胜豪兄弟的太太，于12月30号顺利生产，母子均安，也还祝福。第四，也请为教会拜堂以及3楼副堂的整修以及来奉献以及代祷。第五，林建志弟兄就是吴秀美姊妹先生，告别式已经伫1月2号完成，请大家继续为遗书来代祷。兄弟姊妹，我先来补充报告先来介绍咱今仔日有两位第一摆来甲咱中间的姊妹，姊妹到一位是卢素宽罗素宽姊妹，遮无，伫后边遐咱差不多欢迎伊是台北市的公理长伊是公理长咱的聚会，感谢主。另外一位姊妹周秀荣姐妹，唔知伫遮是姊妹，第一次参加咱教会欢迎伊住伫咱竹林路遮尔真近欢迎来搁一遍拍我欢迎这两位姊妹。来，咱看即个后礼拜真重要。后礼拜是咱真无容易请到即个神学院的院长中华福音神学院华神的院长戴继忠牧师伊是外国人，但是伊台语、华语拢真认真伫遐帮助咱对信仰更较平信所以伊做一个题目叫唯独信心。
啊，迄天就是咱后礼拜是联合的礼拜9点半，所以咱即个华语场的兄弟姊妹嘛会较强调啊，咱台语场兄弟当然咱就9点半来遮聚会，来做礼拜，所以真无简单，会当邀请到议长来甲咱的中间，所以希望咱兄弟姊妹关心即个代志，伊要用真水搁好，伫圣经顶悬会来解说，伫生活、伫信仰来帮助咱兄弟姊妹，做人生的调整甲进步。搁来咱看，就是即个更新的周刊，逐礼拜，旧年拢有即几年拢有业更新的周刊今年度咱改变一下无要搁夹伫周报顶悬。因为囥伫后面遐后面招待着有需要兄弟姊妹你想讲我遐遮个见证真好，我想要摕去看，普通人拢会使伫后面会当甲干事伫遐来摕。搁来就是即个恩宇兄弟要结婚啊我相信兄弟姊妹有个人看恩宇兄弟伫细汉一直到大汉要结婚啊，真欢喜即个洪小长老、文香差不多拢伫后面遐咱搁甲拍先恭喜一下，感谢主，感谢主。恩宇恩宇嘛伫后面来，恩宇甲伊的太太来，各支持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咱拢来观礼，咱拢来观礼。过来最后一个就是精兵协会，就是咱甲精兵协会有做即个咱是伊的伙伴教会。啥物叫伙伴教会？就是支持因伫咧缅甸迄个所在宣即个宣教宣告。伫遐特别协会有安排4月份诶2号到9号有要去参访，意思就是去看遐的情形。当然我知影兄弟姊妹当然都有需要啥，逐方面无一定咱会去但是咱就是协会有邀请咱就是当然这爱注意咱去迄个所在缅甸的所在去关心咱的广福牧师牧师妈伫咧咱的中间聚会所以咱嘛诚做即个伙伴教会伊真感谢咱兄弟姊妹旧年有一个即个真紧急，因需要100万。伫遐咧做装潢，要开即个补习班，其实是嘛是有教会伫内面，咧宣教，用补习的角度伫遐对待学生，伫遐互因补习、补中文、补电脑，用即款的方式，咱的教会有奉献超过21万外，所以感谢上帝，咱对伫即个宣教的支持，所以就是配合咱即马要来诚做小组化的教会了后，每一个小组因拢有能力会当安怎传福音。所以倒有出来，就是要甲咱训练讲，咱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体拢会当传福音，互咱的社区，所以咱当有遮个训练，邀请兄弟姊妹，咱拢来参加，咱拢来参加。所以真感动人，就是遮因遮缅甸宣教的事工，咱教会嘛有看到，诚做伙伴教会，伫遐要来做宣教。愿主来帮助咱咱当然你感觉有兴趣，想要来参加，你甲牧师讲来报名，就伫4月初2到初9有8天的时间要去缅甸的所在，来看遮个环境，看因咧宣教的过程，甲因斗关心，毋是干那咱教会一间，阁有其他的教会，咱的台北中会有几若间教会，拢做阵来参与即个宣教的事工，就是互咱报告互咱知。来，以上安尼来报告。迄报告，请咱朋友来自行观看。来，本周的根据，咱来读《路加福音》5章37节，《路加福音》5章37节。即是来上映507首，507首，荣光为圣父上帝，写起不转首。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他、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叫早，叫早煞，咱才来做伙行平安礼。